觀眾朋友，今日個項目翻收看福起來，係阿明哥劉浩明。語言係學習文化嘅一個方法，尤其係我哋而家社會追求係一個多元嘅一個文化。嗰種而家來講嘅話，唔單止係客話啦、河洛話，甚至原住民、新住民嘅語言，日本他人可以從事。但是除非我哋一般嘅認證以外，其實我哋個希望講語言地位可以有更多嘅生活對話嘅部分，可以喺我哋嘅日常生活裡面可以落實到。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咯，喺我哋嘅羅秀玲先生嚟到現場，而唔單止用客話日常嘅對話嚟教學生嘅同時，而嘛作為一個我哋嘅客語嘅義輔班。啊，義輔班是多少？做乜嘅我哋馬上歡迎佢嚟到現場同我哋說明一下，嘅義輔班地位係教乜嘅？他個人嘅互動係樣嘅，我哋歡迎我哋秀玲先生。主持人你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萬萬妹嘅羅秀玲。秀玲先生，歡迎今日來到我哋我哋現場嗬，因為雖然講即個馬友來講我哋福起來，但是係咪還是請同我哋啲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自己。大家好，我係萬萬妹嘅羅秀玲。我今晚啊，喺屏東高中教客家話，因為之前哦喺台北教書，古上我就知道個古來屏東家鄉哦，教客家話有即個幾多講究啦。古上像我哋今日做客家社團啊，係講編輯客語嘅空閒嘅課本，也係客語嘅譯結，也係客語文學獎嘅評審嘅部分啊。古上我講做入到客家社團，我咪知道講。你學習過幾多啦？目前2016年哈，有參加啲客家五常巡迴嘅演出。古上講對文學也係對藝術嘅方面，我都講學習過幾多啦。係冇唔錯，因為其實我哋咧秀玲先生嗬，唔單止係講做我哋咧客家語言嘅一啲教學啦、傳承部分，其實即個本身喺客家文學嘛，有幾層嘅一啲功力啦，哈，但是。今日節目我哋嚟講係，因為我哋咧秀玲先生作為一個貼切嘅事情，你講幫我哋咧認證班，一般嚟講我哋學習客家話，我哋可能都講，我哋都嚟學認證班，但是認證班有啲幾大嘅問題，你講其實對於啲唔係用得到有個認證嘅考試內容嘅人來講嘅話，認證班點樣教嘅東西同我哋日常生活講嘅東西，其實多多少少係冇共樣。嗰種我哋提講，其實係一啲公部門委託唔講，係咪可以教我哋一啲客語嘅認證啊，冇得客語嘅一啲教學嘅時間，但是你即個嗰種冇共樣嘅想法嗬。係啊，就去年暑假嘅時間，我睇苗路檔嗬，看到啲公部門有苗路公鋪講，做啲開辦啲宣傳時嘅部分，我就想，我來用嚟做冇共樣嘅客家社團咯，因為我本身就教學一部分嘛。問題係幾時就要讀到疫情嘅關係，我就想點解新年咧，我萬一強講唔出來，也係客語認證嘅部分，我就想，我先慢慢嚟開啲客語生活班嘅部分。嗰時候我前面係河洛族群一塊哦，我咪全部教客家語嘅一塊，因為我會想客語認證。因為必勝嘅概念，我會知道講，我想要俾較強壯，俾河洛族群人認識我哋客家文化，也係客語文化。因為點解大家出去了時間，你會知道講，其實河洛客家同分嘅基本嘅東西，你會知道講，其實它是很平凡的。那我就想，我來認識嘅文化，唔來認識我文化，我就嚟推廣出去，我知道啲病係做太。係唔會差啦。有部分人嘛感覺到幾贊同啦，嚇。一方面都講，其實講，跟到講，專門上認證班嘅話，嚇，遇到認為講，因為認證一件事情，遇到認為，我本來如果講客啊，做埋去認證，嚇。嗰時其實認證班有時間一直冇辦法推廣出去，都幾多人都認為講，我如果講客，同時我認證嘅內容可能聽我日常生活係用唔到。好，譬如講，但是我更加要同我哋啲客家朋友講話時間，可能同認證班地方嘅東西有冇到共用啊？嗰時候將到我哋啲秀玲先生又講到講嘅啲，更加係唔單止講係同款嘅關係，其實他個人係共下。係啊。好，嗰時候其實講話時間，嗰種我要講嘅是客話，好唔好講嘅是河洛話，好，他個人兩個人共下，唔管係工作啦，好做生意啦，生活來講嘅話，其實我感覺到，他個人嘅感情會過好。嗰時候其實係人乜生活班，人乜邀請嘅對象，其實講，最好個唔單止係客語，你河洛人、原住民。
新出名嘛可以。因为我嘅时节设定嘅对象哦，我会先喺网络 Facebook 同公布出去讲，我想要开幕嘅班。嗰時我都知道講，青島好朋友支持，尤其係好樂操拳嗰塊，就有啲泰國真好心嘛，伊就同我小姐講，秀蓮先生要開下面班咯，針對初期嘅部分，然後我咪同大家分享講，我喺下面班唔係認真咧，你就強鬆來學。我想我要開啲課程表嘛，課程嘅部分，我就講第一組到第12組，因為係私信嘅部分，嗰時我就講就揀搞這家名嘅，搞這家嘅。因此，比如講，我帶高雄，我帶台南，大家安尼互相了解嘅時節，你要學到台南，你要學到高雄，個學到屏東，還學到識嘅東西。最少，我會知道講，伊一隻學期，就一隻課程結束了後，吼，伊做啲會讀這家名嘅，這家名嘅會讀最重要，就同大家小姐啊。冇唔錯嗬，你哋講開來，我都發現到講。一條花可能講基本嘢喺客家族群嚟講嘅話，伊都因為講係種挺簡單嘅。但是對於我哋咧唔係客家族群嘅朋友嚟講，不論原住民嚟講，南部我哋好多嘅朋友嚟講嘅話，如果一條花，伊都可以即刻收街嘅咧。係啊。學賣喺萬元，我本地帶喺台南，阿嘅喺屏東。兩枝花其實都幫我哋咧。能夠距離拉得很近，嗰種幾時節，我想問一下，幾時節來上課嘅講，比如講唔係客人嘅朋友來講法，而來上課嘅伊啲理由係乜嘅？伊啲想要得到乜嘅東西？伊想要認識簡單嘅客家話，因為講伊嘅公司嘅同事啊、朋友也係伊嘅伴娘啊，有啲位伊係討客家，然後就想認識客家話，又來接觸我客家，因為有事情又唔是錢嘛，你就睇落下有電腦有手機，你做得上面嘅啊。嗰時候點解以前我都知道講，唔係講一定要睇那嘅室內上到嚟上課，有電腦有網絡就做得上課嘅啊，又簡單。但是嗰時節用私信嘅方法係以你讀到係以前嘅一啲關係吧？係。嗰時候就真係都變成一個貼片嘅一啲上課嘅情形，都講當初因為以前嘅關係，嗰時用私信嘅方法，但是冇想到因為用私信嘅方法，其實參加人過多嘅。過多哦。好冇錯嘛，因為嗰種見面睇女配開辦啦嘛，唔睇有女配賦權嘅人。就像屏東人。冇錯，係唔過人性嘅都唔會來嘅，但是你用私信嘅方法時節。台北人都可以來上嘅呀。我話有新北市嘅，我有新北市嘅，對啊，人家新北市喺我哋咧屏東嘅豐田村嘛。你嘅新北市喺台北咧新北。好啦，我哋講開玩笑，因為我哋咧豐田村啊，嗬，有一個 Q 名叫做新北市。嗰我記得我有吧，因為佢嘅主題同樣嗬，都我哋有一個阿公啊，嗬，去看片，護士都講：你住哪裡啊？新北市？怎麼可能？你怎麼可能住新北市？我哋隔壁都看一講，他說的是豐田村呐，一個裡面我哋豐田村的 Q 名的新北，係新東市、新北市，係冇嗰時其實有北埔嘅新北市嘅朋友啦，嗰時唔可能。因為以前嘅關係，我哋用私信，但是冇想到私信有搶到嘢，一啲不到。有啲話認識客家，也係一家出去結婚嗬，伊冇客家嘅環境，嗰時候一談到，秀蓮先生可以辦，有娘轉來客家話，我知道。我覺得那個感覺嘅幾好啊，係啊，而且唔單止講喺啲喺屏東開嘅辦嗬，但是可以按全國按多人來參加，同時來參加嗰場地方，嘛可以睇多多少少，他跟你互相認識，係啊，好遇到即係加貴人嘅行業，伊發現唔係喺啲加嘅新北市啊，可能未來可以互相做一啲朋友，但是會遇到問題講，初頭都講遇到喺我哋加入 IT 嘅需求，我哋咧行業咧增加 IT 冇細 IT，但是遇到喺本來如果係好容易，亦都講一定人來嘅客人嘅長途都冇共樣，嗰陣時節上課一樣上咯。我本來就安排我第一組、第二組、第三組嘅課程嘛，我就講有啲人會發生嘛，我就講唔做啲事先同我講，秀蓮先生，基本每一隻上來每一位入來學員我都會調查講伊嘅語言長途，聽說流利樣嘅，讀寫樣嘅，唔過大部分嘅人都係叫。98%係唔地客家話哦，我哋喺眼用照顧到嘅兩派客家族群也係98%。我會想同佢講，唔想喺要求需求係乜嘅，嗰種有冇可能顧此事，就變成說大家食嘅菜都想去食乜嘅菜，問題係特色好食嘅菜冇共樣啊。那眼用係去顧到有兩片嘅人咯，我會想講抓啲中間值啊，就要做得好多以外嘅，一片要做得好多以外嘅，嗰時候。我問
加音樂嘅部分入來啊，因為我想唔想全部全部用客語化嘅講課嘛，我講輕鬆啲啊，而咩做啲介紹客家音樂，就流行嘅音樂，山歌咩教，嗰時候就講放輕鬆時間，係啊。係冇唔錯，其實嗬，人家都講，你即個可以用一種個輕鬆嘅方式嚟學客家話，如果唔會感覺到講，哦，學得客家話嗰種咁嚴肅，要認真，係要認真，係要考試，然後要講一些我哋根本唔會講嘅話，冇得創一些我哋平常唔會創嘅個話，嗰種壓力過大啦嗬。但是我想問，但是問題係唔見面來嘅時間，按樣去表現開始第一步認識我哋客家嘅話咯，因為我哋其他客家話是有客家文字，嗬，無論我哋客家拼音，嗬，咁基部分唔會開始對一開始嘅時候教一點拼音嘅方法嘛。要教三個個拼音，音韻嘅部分，個編條嘅部分。問題係我唔會一擺全部教到好，我係持續嚟穿插着進行，唔係講第一組全部鬆口起來睇兩條嘅啦。係一下行嘅鐵架，有啲嘢冇辦法吸收。咁像你即個英語講，一開始如果用拼音嘅方法，係乜嘅原因咯？那知道講學得一樣啦，就像我哋學波波摩佛一樣，我學國師以前聽到成波波摩佛話呀，客家話咩強樣，故所我會講，像我講大家好，我想落，那我就會落，然後每個人就會介紹伊自家名，鄉名嘛，自家名啊，講我想落，那落就是了哦落，我的聲母就是了。那等下我又少見另外一個學員，伊想盤，那就是聲母是 p，所以我不會呢，單呢。清啱嘅全部送下啦，我會講認識伊嘅鄉，也係講屏東嘅屏，也是 p，高雄嘅是歌開頭，歌哦歌，故所邊跳歌上跳韻母嗬，就讓你慢慢嚟搞出去，唔會講你全部上母韻母邊跳，讓你搞得太死嘅啦。嗰就等於你講，你一開始嘅時間還是會用拼音嘅方法，但是拼音教係基本嘅以後，唔會你講，我哋都開始教別嘅東西。你等於你講，我哋見面現場有乜嘅相似，有乜嘅相名，嗬，你用咩東西變我哋練習別嘅內容。同時，其實你練習變內容以後，你等於講，我見面練習以後，我都可以即刻講，即刻咩名嘅客家話，嗰就變咗一個佢實用嘅一個教材。佢就用一種日常對話方法嚟表我哋嘅客家話，變成我哋平常時唔單止講係我哋嘅好老朋友啦、原住民嘅朋友、新住民嘅朋友，嘛可以用簡單嘅客家話同我哋客人做朋友。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上一節目，我哋呢慢慢嘅羅秀蓮先生同你講，佢當初成立客語神發班嘅一個過程。我想請問一下，因為其實後來你自家又成立咗一個客語嘅義夫班嘛，嗬？做乜個偏偏我想要做一個義夫班？因為之前佢兩班有喺公部門申請嘅嘛，伊天禮拜又有啲申請案出來，我就想，我來教出嘛個無強用嘅方法咯，我就想，拄好幾時節，我就想，開文學班嗰種大家要對文學寫作為夾嘛，那我就想開啲無強用啊，起碼啲無強用嘅咧，我就想來開啲客語嘅醫療義夫班嘅部分。咁當初開客語義夫班嘅時陣，你即個有想到講咩？你即個講數嘅人客，無數嘅幾多學生嘅，體育會應用嘅學生嘅咯。嗱，幾時節喺沙田講係醫學類嘅醫學院咧，也係講。醫院石頭路嘅護士啦，也係醫生，也係嘛嘅護理人員部分啦。嗰還有看護，第三咧就係那種美髮護專，也係護理學院嘅人。一個興人乜人嚟報名啊？大部分有兩種長途嘅人啦，就係年半，我講啲神發班嘅部分，有同講係講係開啲進階班嘅部分嗬。因為幾時節一定要開嚟第一期嘅神發客語班嘛，故所以係基本嘅長途係有嘅。我就推薦小家，大家做得去學義夫班嘅人係乜嘅咯？我講，從幾東西夾下就從我網到嘅，我切條
帮到的，也係要流血嘛嘅吼，去算醫療嘅部分。故所係講嘅長途係有嘅，唔點解就來送藥啊？我要先講啊，你做得來吃飯啊，因為我都有試聽期嘛。過來聽你族群就會同小嘅就會富士類嘅，故所我就說講誒。有到醫療人員吼，點解疫情嘛？幾時節辦疫情改嚴重啊？我咪改咁先講，也到醫護人員吼，規年嘅切無限哦，當規到落開一萬，放開掃描嚟講，唔是改，我哋慢慢嚟上課就好誒。可是等於如講，幾時節喺疫情嘅時間，可以喺醫護辦，唔單止我哋看護啦，還有我哋當其他嘅醫療人員嚟參加，咁一種人係行業還是唔係行業？有一班係學年，有一班唔係學教年哦。嗰時有一班唔係學年，一部分我如果想到講，其實我哋以前我哋都係前看護嘅時間，伊哋講啊，比如講我而家睇做行業嘅一啲文化嘅一啲工作嘛，伊哋都要同我講，其實伊哋做看護嘅人伊哋歸上學學法，但是伊哋絕對冇辦法去學認真，因為跟認真學嘅伊還是唔會講，嗰時伊都冇人講，佢好似有安尼一啲機會啦，冇呢啲資源，可以幫伊哋看護。因為而家我哋咧長照2.0嘛，長照2.0其實幾多人係可以到下去服務，但是有當然服務嘅內容啊，全部唔可以講國語，全部講下。嗰種其實伊哋嘛希望講我哋係咪可以馬上可以有一啲班級比一種人去學到一啲最簡單日常可能會用到嘅話，是一啲話是可能有啲時間係一啲我哋講其他咩醫療用語。嗰種幾時節唔得設計呀？俾我哋咧行業醫護辦嘅時間，唔係用嘅方法嚟教伊哋一步一步一年去學習講我哋醫療上面嘅一個客家話。我即個有以前嘅醫療嘅英文版，我就是想英文版可以翻譯到我哋行業，我咪有前嘅醫護嘅用語哦，嗰時候我真見中文嘅部分、英文嘅部分一對照，像係轉換客家話嘛。我即個書後面有客家字典記下本嘛，我就當一樣，人到我本來人都記下條。從頭到主持人分享講嘅高雄醫學院嘅事情吼，我有啲好人就拄好係，伊講伊咪擺伊喺台中嘅醫院服務哦，伊冇講伊喺哪間啊，唔過伊從頭讀到嘅董事卡嘅阿哥，嗰時候伊本來係好多年哦，伊以為伊考學年認證考到中國去。伊提名路紅，因為我變喺 Facebook 嘛，幾個朋友就看到，小林先生又開啊醫護辦嘅部分，伊講啊，小林先生，我有問講唔總嘛想我來學藝啊考察嘛，伊講，伊幾時節去醫院啊，看到佢董事卡嘅老人家也係白眉唔會客家話，嗰時候伊就想，我咪想伊學一啲客家語，嗰時候伊萬考到中國去認證咧。嗰時考中國嘅認證考到以後，真正話我講下。伊問我講，伊問讀到啲老人家，伊會知道講，我本來係好老年，我點解要客家話？因為溝通嘅部分，伊會知道講，我會了解講啲老人家嘅需求啦。但是我就常常我認為講，其實認真講嘅東西，其實喺嗰度係單詞，尤其係種冇咁所謂中間有練習嘅東西啦。但是練習嘅東西真係用到我哋日常嘅時間，我哋不一定真係我哋真係在看片嘅時間用得到。接觸下來呢，我哋同我哋嘅修練先生嚟真係嚟練習過。假如我哋今日用客話嚟看片嘅時間，我哋可能滿出萬個方。因為我哋做個碌卡碌開翻譯店嘛，嗰時我常常會看到無窮樣嘅片嘢。今日都做片嘢，喺度請我哋嘅修練先生做我哋嘅醫生。因為其實我哋咧課程內容係幾多啦？譬如講我哋要掛號啦、量藥嘅啦、門診啦，還有我哋去巡房嘅時間咧，幾多無窮樣嘅事情。但係因為今日嘅時間嘅關係，我哋都直接到我哋嘅門診上面嘅邊去。好咧，我講譬如我哋今日來到我哋咧診間咧，醫生好。阿伯你好，我今日啦我都發現我從乜嘢安步啊我頭腦後背啊我係改行啦，然後我發現叫我頭腦有一些現象，其實我踩是企唔起呢，我踩是顧下去，你係乜個問題按你話做過乜嘅詳細嘅檢查冇？冇叫做前幾年嘅事情啦，以前我一次冇安尼經驗過。請問你平常嘅飲食，你會有時聽行嘅陌生咧？聽下冇，幫助我冇鹹咯，讓我幫助我。鹹陌生啦，平常鹹陌生，鹹陌生，聽行嘅東西陌生。嗰個鹹陌生就可以啉，
酒咪冇色最好啦。可是问题係吃到按太鹹又唔可以食，酒又唔可以啉，講個眼神按哪嚟做嘛？但係對機體較好啦。咁你話今日開乜個藥個幫啊？還是講你即個眼雞係一路唔會停落分分？我係知道講我對我飲食去控制啦。用飲食去控制，咁樣控制咯？就通行嘅模式啦，嗰些啦，嗰係講嗰些是幫冇問題嘅時間嗬，早晨嘅時間先量100。咁問題係藥個營養21度。印尼上傳都係說。咁問題係有時陣我記唔得有什麼，有迄個記錄表可以幫我去畫格。係，大家可以得一格一格不會記得，你就會記得咧。好，嗰種對你講，我識係對你畫一格。係。好，學家你係第家你幫規矩咯，同阿聲人嚟講。咁一般來講嘅話，嗬，通常睇教學嘅時間。如對係咪一步一步來？譬如講，我哋對佢是門診，嗬，因為其實對幾多人來講嘅話，可能係睇掛號嘅時間，都可能第一步，你讀到一個客家詳情咧。嗰時候你睇嘅係對掛號開始嘛？係對掛號、量藥、看證件嘅部分，也係講出病房嘅時候，係病房嘅時間啦。因為唔係你來嘅時間，護士會同你手機嘅環境，我就會教講，一片測下。有薯片係乜嘅，做薯片係乜嘅，啲防衛嘅頭前、後面、當行，基本上先會講測行業係有片做片啦。然後順勢教一些客家基本嘅用詞。係我發現有部分佢重要嘅，因為其實掛號相對過簡單，其實睫毛看拿過去，一路睇到同掛號好嘅，除非講你第一擺看診嘅人唔來寫，幾多東西睇不到個知識化，但是門診嘅時候可能如果麻煩，因為有的位睇醫生用嘅話可能過傳統，嗰時人家醫生可能睇唔識。嗰種圖都唔講嘅呀，因為其實我哋真係看病嘅時間，尤其係講，唔可以某個地方檢查，佢檢查嘅時間真係都冇人帶人去嘅喲，雖然講而家醫院嘅規劃都講攞有畫線嘛，X 光啦，某個 CT 啦，但是你用團機度我哋睇醫生講，睇到個黃線，行到幾片右轉，至少我哋可以提講嘅時間。伊都提講網線哦，網線行到角落嘅角嗰時候，右轉。那片係偏數，左片也係兩右係右片嘛嘅。係，嗰時其實如果講起是強，對我哋睇醫生話講，你感覺到一地方係躺喺度。係啊。哦，你至少去看醫生嘅時候，伊都唔會咁擔心。嗰時其實看醫生也係事情，對我哋更加嘅沙飛人嚟講係一個幾簡單嘅事情，但是對於嗰度睇醫生嚟講嘅話，伊可能許多幾片他們是發炎嘅時間，對我哋睇醫生嚟講，伊會多一啲無形嘅負擔。首先下我哋喺我哋話嗰度個前世故事。翻過來，復起來，上節目我哋爸爸媽媽嘅羅秀玲先生同我哋講，而家客家兒婦版的教學嘅內容同方式。我想請問一下，因為其實我哋睇唔慣係掛號啦，無論後來門診地方，其實有幾多可能會用到嘅，但是其實係一天我學啦，譬如講我哋嘅蘇軾啦，還有我哋嘅冇強嘅一種用法，佢有部分嘅話一般嚟講唔會用得教啊。會先教蘇軾嘅部分，因為掛號會講到經驗嘅部分嘛，就會講也係掛號嘅錢係150塊，問題係有北市人同南市人嘅分別啦，因為我好人有北埔嘅、南埔嘅客家鄉親咯，那我就講係講南埔人我哋會講200幾元，那北埔人會講200塊，那兩片咧講法我會講，係講有東西東好食、該好食，我兩片都教。好多人有時間會談唔上，乜嘅係東好食、該好食，我就會講，就係最好食足的那個意思啦。我就話就可以分享講，我哋咧客家好多嘅詞彙用嚟分別。入邊我講好耐，我都感覺到，真係冇唔錯。因為講，所以講蘇軾也部分好嘅。好，頭先我哋已經講到講，可能前面有係做 X 光，嚇，翕 X 光，嚇，翕天光，聽到嘅黃線，甚至行過去右轉。但是有時我哋真係係偏房。
吼，無如講唔見面嘢，也要漂浮可以多好，吼，嗰種可以用一啲簡單嘅客話題講，你即個係咧係8965哦，吼，係啊，但係睇意思都講哦，睇下啲嘢哦，8965吼，伊這就地鐵啊，嗰種舒適一件事情，吼，唔單止係賺錢。好，有時就提人講，你而家今日量溫度係36.8，吼，至少吼，他有提講，也要舒適，吼，用個先簡單先飲下以後，反正睇意思都第一件事情。但係有啲問題做頭東啊，對修煉性上面講到，唔單止係南北西洋嘅問題，今日唔見邊家要嘅我哋講學生嘅係來自我哋嘅台灣嘅國體嘛，我哋國體除咗南北西洋以外，我哋有啲嘢係牛片啊，哦，有啲嘢係嘅海陸強啊，咁啲地方嘅話，特別教育嚟講，你嘅服務嘅地方可能係海陸強啊，咁你講嘅話，可能係唔係海陸用我講。因為我大部分又會搞實驗，我一天搞實驗啊，問題係我等對話片嘅部分哦，我前面會先搞，後半部分就係學人。譬如就講阿明也好人同阿發也好人，而就兩個對話，我就講大家唔定做啲談課啦，也去了強嘅好人嘅樣講嘅，嗰時候大家因為有辭費嘛，大家我都之前我就有，係講廿禮拜上課，我上個禮拜我就發下來一篇嘅對話練習片嚇，係講掛號片也係偏鋒片，嗰時候而係做啲談嘅，因為我是沒有標海陸腔啊，我台灣有係實驗橋。嗰時候大家做在看到佢詞彙，然後談到唔讓去了橋，捱托實驗橋，大家知道個哦，原來我哋個一定就會大。其實吼，嘛唔是講一天一講學到啊，一天一講去了橋啊，意思就體育地講，客話有除咗實驗以外，因為配得強哦，體育壓力都可以嘅，係因為因為我講佢，你家講如果係客人來講嘅話，你馬上係以後。海陸強有可能嘛講唔出來，可是有時真係如第他要有安嘅東西，然後他要有安嘅聲音，談到如何誒，但是一部分我想請問一下，你講其實像這個喺搞嘅研究嘅內容，其實同我哋用實踐嘅方法嘛，咁你這個有印象幾層嘅一啲教學嘅經驗嘛？我知道講，大家都喺愛線上啦，學無止境啦，每一隻兩位都冇共用，像有啲係康復嘅兩位，有啲係護士嘅兩位。有啲係偷懶嘅兩位，我知道講，點解跳出來以後，雖然我唔係講我係本科畢業嘅啊，我說有時間我咪談到一段分享一段嘅生離死別故事，因為我都說講，點解以前嘅關係一段要按辛苦，按不完繼續來上課，我說我咪有，我就知道講，大家咪做得用客家話簡單打招呼，也係我知道教學本來印象深刻嘅部分。但而且同時我冇因為講，像一條冇傾講兩倍嘅然後，咁種都我如果講，還是睇一個醫療範圍地方來講嘅話，多那麼一啲看到個醫療問題，可能就你係人客，可能會巡查啊，會盤啊，你講有時候講突檢講啊，或者可是到醫生嘅時間，伊可能對病症嘅東西，你咧可以冇共用啊，心臟有心臟我悶嘅痛啊，肚子嘛我悶嘅痛啊，內乳悶嘅痛，冇得叫我檢查啊，可是你變成講，每一啲課，伊可能談到嘅話。可能都冇到強，可是其實嗰種米的課冇到米的冇強兩分嘢，強行提好一啲醫療嘅一啲內容嘅時間，真係我感覺到，真的是米的人分享出來的東西係完全我冇強用嘅。我都有先調查過，講入護士係點解係牙齒科嘅，有啲係心臟科嘅，我就入就加強入部分，我都有客製化。嗰時你係用口嚟分係咪？因為我就想講，譬如講檢查牙齒嘛，我檢查腳嘛，我檢查。嗰時我想講，檢查係件事情啦，我可能我會擺表嘅係牙搞出嚟點啊？因為佢喺齒科時間，講哎呀，我嘅牙齒從邊度檢查到？無論係嘅骨科時間，講啊，從邊啲腳嗰度檢查到，反正都係抽動的意思嘛。嗰時我就變成講，其實同樣一個動作，可能睇冇強嘅課地步。我還是會看到，嗰種即係送嘅醫護版送到健家啦，我哋個學人一定嘅反應用嘅。我知道那個有時如果蘇黎先生下禮拜我再看嘛，我就講拭目以待。係啊，下禮拜我再看。我再看，要好期望我再看哦。就今日。嗰時唔知係因為講，唔知係佢特別咧講對啲生發學員，
慢慢的行到客語的一個語婦班。其實一客語語婦班早期我哋睇，因為前幾年我哋客家 V&B 已經有啲推過，希望講我哋有一啲醫療環境地位可以用客化，但是嗰種嗰種推廣嘅過程地位係一啲貴一啲人強下去搞嘛，但是對於嗰種人嚟講，我發現可能因為講可能因為冇按從對讀到客人啊，因為其實教學嘅一啲心態冇咁樣啦嗬。嗰時像有嘅一啲語婦班，係其實係唔係自家上學嚟學嚟報名嘅，嗬。從一般嚟講嘅話，我哋傳統因為講客語學客話先學認真，嗬。同人家因為講你學客語嘅話，其實對成法班。語婦班嚟講嘅話，因為係兩個有乜個差別冇？你講有兩個重疊喺哪啊？知道成法客語班伊真係較基礎嘅，就是適合人對人可以是學嘅。語婦班嘅部分我會知道講，最後我有啲簡單嘅知識用拼音學會，也係我較要求嘅。冇可能你下對人跳過來語婦班嘅部分，我會知道安尼一堂起來咩人啦。有啲人公司才發啦。我一擺語婦班嘅人有25報名啊，最後送嘅2-3個禮拜，今年甲怕咩跌到19、23，問題問15以內就15以上都做得啦。我就知道講，一啲人其實咩個有心意因為先生你咩啲以前嘅關係，像我老母係護士，如果講阿姐啊，點解以前按開嘅貴一點就上算冇你可以上課啦，但係老母嚟。考試啊，對嘛？可是，但是冇想到講，其實還是有幾多人，大家按踴躍，按有心來參加安尼語婦班。我其實有時我發現到講，其實我哋咧唔管只係我哋看護人員啦，就是說是護理人員，算是歸範圍歸多，唔單止係我哋第一線嘅醫生、護士，還有我哋其他線嘅護理人員啦，我哋那個長照嘅護理人員來講嘅話，伊哋嘛歸有心希望講，佢種講伊能學到客化，伊能可以對伊能服務嘅對象。我有嗰層嘅一個了解，同時提供伊哋見面睇唔舒服嘅時候，睇啲時間，伊都提供伊到底哪唔舒服。咁安尼其實來看嘛，其實唔會因為講像人哋客語嘅醫療班，係咪係啲佢出帶去推廣嘅一個班級？我知道看護這塊係佢太平，醫院嘅部分我知道係年齡層問題，因為講較快堂。年老嘅都會安尼嘛，就會做些嘛嘅。你會知道佢階層嘅佢老人家，伊會慢慢的老退。新嘅一部分上來，講實在話，唔睇醫院堂多一天會講法，你也講好老話。最尾歸到乜嘅？歸到家庭，就好多先生分享嘅看護這塊。嗰種看護這塊，唔知係有想到講因為看護同我哋啲醫生冇呢冇同樣嘅，因為其實看護有時間都我哋啲醫院嘅過來嘅，對，如果講前面有乜嘅藥嘅，醫生開乜嘅藥嘅本，然後你用嘅食，有藥嘅唔可以夾到乜嘅冇同樣嘅東西來強下食，冇你講想頭到我哋啲修理先生講冇食按下，冇食乜嘅東西，其實我哋看護有時間看到我哋啲照顧嘅病人，而有咩生活習慣。都唔到健康嘅時間，要用一提講。你講對整一杯茶，伊簡單會講，比如講我汗毛上位就簡單咧。佢看護係講糖嘅時候客話也係好多幾客家話，我就知道講伊做到簡單嘅途基嘅老人家也係病人去溝通。佢真係我感覺到幾好，因為尤其係人家講對我哋咧看照顧嘅人來講嘅話，其實如果希望講要個多嘅一啲學習嘅環境，嗰陣嘅因為人家唔知係用一啲私信嘅環境嘛，佢嗰種客人講，今日家中講，譬如講係有啲團體，譬如講某個協會，因為而家嗰度嘅長照2.0，係有幾多嘅一啲某個關懷中心啊，嗰種一定一方面有按你需求嘅時間。可以屯成像講，我喺度送下你課。迄個有啲用迄個咪佢上伊分享啊，我會知道講係實體班上可以辦啦，嗰啲私信班咪上開。嗰種一部分嘅話，因為頭先我哋要同廣東朋友講，其實唔知係睇文學上面有個有一啲共鳴嘛嗬。咁唔知係睇做入邊，我哋講課程嘅設計嘅時間，要把文學嘅塊東西用起來。我要教簡單咧，同時也係文學分享，也係教客家莊嘅旅遊，個客家莊美食。我就講，我哋客家人講5版，就是閩南話的烏龜。那客家話嘅詞彙文化還沒有順曬講入去哦。係講我哋講
板石文化嘛，面趴板、木板、缝板，对回去就是安古贵的贵，米字边加个果。孙沙的老词非文化单音批，孙沙的话带入嘛嘅喏，来口文变口长的时间哈，口文部分有一点水脉、离水脉，因为去挂号也是填资料嘛。我讲离水脉，我班同学讲啊，头摆做起的老人家，没结尾的太部分啦，一听係客家人，係安尼圖太介有人少去講。可是嗰種看到人默個摸嘅吼，可能都想講，誒，沒用一啲簡單嘅客家話嘅題目吼，幫你感覺如果如果不用送啊，吼，如果唔好講客話，我其實我唔會，那我講水妹。個識嘅部分，竹啦、梅啦、挑嫩啦、牛嫩啦，啲簡單嘅，嗌係主詞。愛愛色乜嘅同乜嘅，佢連接詞 end 是同或者老。順沙嘅北四縣南西應該全部一律考。你教過以後，其實而家都可以教好多東西，好比如講小城可以識挑呢同嚇包嘅嚇，無論講啱邊，你即個唔可以識挑搖同乜嘅東西嚇。做唔得，又係剝色嘅剝，我那個否定句啱咩教？係啊，嗰種你其實教開以後，而家都可以調嘅直接。應該講，雖然講唔係講嘅安裝，至少心意嘛到嘅呀。簡單式嘅溝通就做得。冇錯，嗰種其實吼，我哋你學識客話時間，唔單止講認真係一條路，其實學你嘅生活用語，無論講我哋嘅醫療用語，其實嘛係幾重要。同時，亦嘛幾適合唔係客人嘅朋友共下來講客話。今日佢感謝我哋小李先生嚟到現場同我哋分享很多嘢故事。感謝主持人，多謝大家。休息一下哦，再聽我哋現場來傾下運動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